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过去吃火锅一定是揾沙地佮淋一粒卵仁，这10年来这款吃法已经愈来愈少看了。沙地酱毋是台湾料理，是为台南鸭来的。沙地安怎来到台湾？沙地牛肉店是佮安怎变做火锅店？沙地牛肉对台湾人的煮食有啥物影响？今日我来讲沙地甲火锅。煮面淋一汤匙仔沙地是真事上的代志。真侪当前，我伫宿舍的时阵咧煮面，我淋一汤匙沙地落去汤内底，结果外国朋友闻到，随问讲你是咧煮鱼仔烧？迄当阵我也毋知影沙地内底是有淋鱼仔，我就甲因讲我咧煮面无咧煮鱼。我迄个朋友毋相信，一直话讲鱼仔味足重诶。结果我想到迄汤匙的沙地，赶紧甲迄个管仔摕来看。才发现原来内底的成分毋但有扁鱼，佮有虾米。我才知影沙地算是海味。咱讲的沙地是为东南亚、印尼、马来西亚遐来的，伫当地是足普遍的。因主要是烘肉的时咧运的酱。当地的沙地淋足侪土豆腐、姜黄、葱仔、蒜头，嘛淋柠檬汁、椰子奶。也佮有足侪香料做伙落去控真久。沙地是洗足侪年才来到台湾。伫19世纪，真侪伫广东、潮州甲汕头的人，因会去东南亚做生意，也是做工课。因就甲即款沙地带转去因的故乡。伫汕头迄带人后来就毋是像印尼安尼用煮的。因甲遮个沙地的料拢总改做用油落去炒，安尼即个沙地酱会当放较久。渐渐因佮改良过，变做是土豆腐放较少，加真侪中药，像五香也是肉桂，所以食起来甲南洋的沙地就愈来愈无相共。汕头的沙地较袂咸，也嘛无遐尼甜，较无土豆味。毋过扁鱼甲虾米的味加真重。潮州甲汕头即个所在，因是讲潮州话，甲台湾人的语言较会通。过去都有真侪生理的往来，因拢甲当地药草仔摕来高雄遮卖，也嘛有人为屏东、山地门甲恒春遐，佮买台湾的药草仔转去中国遐卖。后来战后，真侪潮汕的人来到台湾。汕头的沙地嘛对咧来到台湾，潮汕来的人，因就开始卖沙地面、沙地炒牛肉、沙地牛肉炉，包括伫台北西门町的红楼、新竹的城隍庙口、台中火车站、台南民族路甲永乐市场、高雄盐埕甲屏东民族路的夜市啊，拢看会到。拄开始的时，台湾人无啥食，因为食牛肉的人较少。过去牛是斗做食的器具，后来嘛因为宗教信仰，像一贯道就无鼓励食牛。日本政府迄当阵有开始鼓励台湾人着食牛肉，食的人也是无济。是后来台湾渐渐为农业社会变做工业社会，牛毋但是摕来地产。政府嘛鼓励大家食牛肉，较有营养，所以1960年代开始，有较侪台湾人咧食牛肉，沙地牛肉就變做真侪人愛食的料理。伫高雄的潮州甲汕頭的人，因嘛家己成立潮汕同鄉會，因為有部分是因甲廣東別位的人講的語言是無相共的，有家己的文化。這個同鄉會伫1965年伫高雄有500多個成員。按照迄當陣的記載，這位潮汕來的人，因攏咧做啥物工課？排第一的，上濟人做的是開中藥行；第二是咧做進出口生意；
第三节就是开餐厅，迄当阵差不多逐个拢开沙地牛肉店，所以迄时的高雄已经真侪间线头沙地牛肉。高雄应该嘛算是台湾开第一间专门卖沙地牛肉的餐厅，迄间号做天天，因为伊的头家叫做柯天树，伊是台南人，伫日本时代就会去潮州甲南洋做生意，伊的太太是潮州人。太平洋战争开始的时阵，因怎搬转来台南？伫战后1947年，因搬去高雄盐埕区大沟顶开一间天天沙地牛肉店。拄开始是卖炒牛肉，惊真侪人毋敢食牛肉，因嘛卖沙地猪肉。后来伫1967年生意变诚好，就刷去到台仁路，变做是两层楼，嘛改名号做线头天天沙地火锅。伫迄当阵，高雄做沙地火锅的毋若因迄间啊，甲台南相共，差不多拢有1-20间广东线头沙地牛肉店。台北上早开的店是开伫西门町红楼附近，头家号做吴元成，伊开一间号做清芳沙地火锅。头先主要的人客拢是外省的公务人员甲一寡演员甲歌星。到1960年代，因后生佮家己开一间，迄当阵设备佮愈新，开始用雅斯炉来煮，佮有装冷气，餐厅的人客嘛变无相共。因为1960年代，台湾人食牛肉的人嘛变侪啊。伫台北的建成圆环遐，嘛是另外一个有真侪沙地牛肉店的所在。伫台中共迄个时阵，嘛开始有广东线头的沙地牛肉店，因为实在是伤时行。伫台中含咧卖日本料理的餐厅，嘛拢会当点沙地牛肉、沙地猪肉，入去嘛会当点沙地火锅。家人煮的沙地牛肉较特别，因的南咖喱粉，同款是对国民政府来到台湾的林公省，伊卖牛肉汤的时阵，除了淋沙地，佫会甲咖喱粉淋落去，结果大家拢真介意。后来家人足侪店，无论是炒面、炒饭，也是别款料理，若淋沙地，拢佫会淋咖喱粉。沙地对原本的牛肉汤、牛肉炉变做沙地火锅，伫台湾的食法嘛有一寡变化。到足侪人愿意食沙地牛肉的1970年代。这的沙地牛肉店拢变做是第二代咧管理咧经营。沙地火锅就甲原本倒落汤内底的沙地改做是放伫边仔咧运的酱，安尼一鼎火锅才袂规鼎变甲真油。迄当阵的报纸也佫会教大家是安怎食即个沙地火锅，即个运料是要安怎调配。伊写讲，逐个人都爱先甲迄粒卵弄破。佮用一个碗，甲即粒卵仁放落内底，才淋沙地酱落来。卵清就毋通落落，因为若卵清嘛做伙落来会骨骨。要运的时阵，即个沙地酱就运袂起来啊。即个沙地酱甲沙地牛肉火锅，互大家开始试食牛肉。即个食火锅的方式嘛，甲台湾过去食饭配菜的方法真无相共。因为食火锅的时，敢有食饭就无遐尼重要啊。台湾过去有真高级的办桌的料理，也无就是平常时大家会食的菜。沙地火锅若按照詹玲仪先生的讲法，伊变做是台湾经济起飞年代，伫都市上班少年人真爱去食，佮比一般小可较高级一点的餐厅。伫台湾毋若沙地牛肉炉的食法有咧改变，沙地酱伫台湾嘛愈来愈无相共。原本伫线头的沙地较臭臭，因为台湾人无介意安尼，所以沙地酱淋的虾价就愈来愈少，换做是放台湾的虾米。因为口味的改变，伫台湾沙地酱就愈来愈侪人咧食。即马台湾的沙地有两个老牌子，一个是牛头牌。一个是赤牛排，一间是伫台南起家，另外一间是伫高雄。
牛头牌的名听讲是头家甲因的大汉后生拢想牛，所以因用牛头牌去注册。也嘛真可能是过去沙地拢摕来煮牛吧，所以台湾的沙地牌主拢有一字牛。大省真侪人拢因为有这个牛，就是内底是有淡牛肉，无啥敢食。牛头牌的创办人是刘来钦，是广东的人，对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，退伍了，伫仁德糖厂咧做守卫，后来娶某生囝，就开始去路边摆摊卖杂货，佮开始卖面。伊就想到伊的故乡拢有南沙地伫面内底，所以伊煮的面南沙地甲一般面摊的面就无相共啊，袂少人来食。有一摆，有一个广播电台的台长来食了，就伫伊的节目介绍，这互伊的面摊生意变足好，好甲伊真歹佮继续家己做落去。1958年，伊归去开始开工厂，干那生产沙地。赤牛牌的创办人姓杜，杜昌是汕头的人，伊是家己伫1947年走来台湾，先伫一间工厂学做冬菜，后来嘛甲伊的朋友合伙开工厂生产冬菜。伫1964年，伊就家己开发沙地酱，家己做。因兜的沙地分真侪牌子，赤牛牌是卖较高级的餐厅，也佫有另外是或者乌牛牌甲黄牛牌是较俗的。赤牛牌后来专门卖去国防部的福利中心，嘛开真侪钱去广告，慢慢就有伊的市场。即马真侪人行外口买的沙地酱，有含一寡对身体毋好的物件。网络顶头嘛有真侪咧教人安怎家己做沙地酱的影片，看起来做法是真简单，毋过若真正去做，应该是足麻烦的，因为内底含的材料足侪款，逐项拢爱分开炒、烘，也是落去煎。白馍仔就爱炒互芳，蒜头爱打水才会使下落去炒。扁鱼是落去煎甲卤，虾米、番仔姜拢爱先过油。也佫含胡椒、五香、肉桂甲别项中药，拢总炒过煎过了，才佫放落高接鸡架。我上喜意的沙地料理，毋是牛肉，嘛毋是羊肉，是烘番麦。烘番麦酱内底若有含沙地，加真好食。今日节目的内容大部分是詹玲仪教授伊的研究，伊出的册。或者沙地战后潮汕移民甲台湾饮食变迁，2020年正为出版社出版的。上尾我要甲大家讲《景之岛》这出台语戏剧，这出戏内底是用南北管的音乐，也佫有请戏翁仔来讲台湾这只海翁的故事。伫6月17甲18这2天要伫高雄卫武营演出。有兴看戏的人，就赶紧去买票。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写批也是来面册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伫平台留5粒星，也是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ECP的连结。就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